喺香港結婚呢就好容易嘅啫，只要你夠年齡，合法嘅年齡，一男一女就可以喺香港結婚噶啦。咁樣呢，佢結婚證書呢，你哋要簽名噶嘛。咁呢，你哋簽咗名之後呢，咁亦都有見證人簽名啦。咁呢，你填結婚證書嘅申請表嗰陣時呢，你就係要填爸爸媽媽嘅名嘅。咁呢，當你填爸爸媽媽個名呢，你冇填英文呢，淨係寫個中文。咁呢，婚姻註冊處呢就會幫你翻譯嘅，用英文。但係呢，幫你用英文翻譯之後呢，佢會俾你對。咁如果呢，你覺得冇問題啦，咁樣佢咪照咁樣出張結婚證書俾你哋啦。但係當你哋要用張結婚證書嚟申請第二啲嘢嗰陣時，咁佢需要用到你爸爸媽媽嘅身份證。如果呢喺第二啲國家嘅，佢唔係即係唔係英文嘅地方，佢嘅拼音係唔同嘅喎。好似例如姓李可以 LEI、LEE 咁樣呢，到時呢就好麻煩噶啦，因為結婚證書呢係唔可以改嘅。咁呢，你要拎出好多個條件，佢可能俾一張封信你啦。但係呢，要做嘅手續呢就非常之麻煩。所以呢，大家將會結婚嘅朋友呢，你係記住呢，寫嗰張表格，填嗰張表格係要填得好清楚。記住個身份證明文件係一樣，啲串法係一樣。如果我有啲乜嘢呢係講得唔對呢，請改正下我啊。可能我啲資料唔 update 啊。係咁啦。